早晨啊，各位會員，嚟到我哋2025年6月嘅月會啦。今個月嘅月會咧，繼續由我李 Sir 咧會同大家講下今個月嘅月會會有啲咩嘅活動同埋資訊去話俾大家聽嘅。咁首先咧，先嚟講下今個月嘅老友記大事先，係啦，呢個真係一件嘅大事，大家都真係要留心去聽啦。咁就係衛生署咧已經推出呢個社區牙科支援計劃啦。咁係啲咩嚟嘅咧？咁係呢個社區牙科支援計劃咧，已經喺5月26號已經推出㗎啦。咁就咧預計可以提供而家牙科街症服務嘅至少2倍名額啊，即係每年大概預4萬個人次左右啦。咁就有80個牙科服務地點可以俾大家揀嘅。除咗呢個蚊牙同埋止痛服務之外咧，都會提供埋補牙服務嘅。係啦。咁如果想參加呢個計劃咧，要有呢個香港身份證啦，登記咗加入醫健通啦，係同埋係呢幾樣嘢嘅其中一項，係啦，包括攞緊呢個長者生活津貼啦，接受緊呢個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第2級共同付款級別嘅受助人啦，用緊呢個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係啦。跟住呢個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或家居支援服務嘅第1、第2級別收費嘅受助人啦，同埋喺醫管局嘅時候獲得呢個醫療費用減免嘅資格，咁呢幾樣嘢其中一項就可以參加㗎啦。當然啦，就包括埋要有身份證同埋醫健通嘅。呢個計劃參加者咧，每180日就喺計劃下申請接受呢個資助牙科服務一次啊。包括咗啲咩咧？係包括呢個口腔健康同埋牙科護理嘅。包括係啲咩咧？詳細而言，咁就係一個口腔檢查啦、X 光檢查啦、一啲緩解呢個牙痛嘅藥物等等嘅。而如果係需要補牙或者掹牙咧，佢就用1粒牙齒去計一個配額嘅。係啦，咁如果你每掹咗或者補1粒牙咧，咁要俾50蚊嘅行政費。由於咧每次最多只係揀3粒牙嘅啫，咁即係每次最多都係俾150蚊嘅啫。咁如果係用緊呢個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或者呢個家居社區照顧服務或家居支援服務，都係第1級別收費同埋體弱個案嘅，係啦。或者係全數即係去醫院睇錢唔使俾睇醫生唔使俾錢嘅人咧，政府係會全數資助嘅。如果你係攞緊綜援嘅咧，直頭可以利用呢個綜援下面嘅牙科治療費用津貼咧，去獲取呢個服務嘅。參加者咧係可以透過呢個醫健通嘅應用程式咧，去查閲翻相關記錄啦，同埋就係可以查閲翻有關嘅口腔健康記錄嘅。係啦，咁畫面上面啦，其實已經有個網址就係衛生署開嘅專題網頁啦，已經詳細列出晒參與計劃嘅非政府組織牙科診所名單嘅，係啦。咁咧就可以聯絡嗱，呢個計劃就同我哋而家進行緊嘅關愛基金牙科資助服務係唔同嘅。如果大家係想參加呢個計劃咧，係需要自行聯絡翻嗰一間診所去預約呢個牙科護理嘅，就唔再係經可能唔同嘅中心啊或者其他人去申請㗎啦，直接去揾個牙科診所去負責嘅，係啦。咁呢個地方就大家要特別留意啦。好，跟住之後咧就同大家好快咁重溫我哋網上報名嘅方法先。畫面上面出現嘅二維碼啦，咁就係去到我哋嘅網站度嘅。咁你會見到手機嘅畫面啦，咁會喺左上角有3條線嘅，撳入去咧，你會見到幾行嘅字嘅，包括活動推介、活動抽籤結果同埋活動及班組登記嘅。活動及班組登記啦，顧名思義就係俾你登記嘅，係啦。咁你理論上咧會見到唔同活動嘅資料啦，每個活動嘅一個正方形嘅資料下面咧都會有佢嘅登記，即係呢個黃色長方格嘅入面嘅。撳入去之後就會見到佢一份嘅 Google 嘅表格啦。咁你理論上會見翻你活動嘅資料，又對一對自己有冇揀錯活動嚟報喎。如果冇咧，咁就揀翻你中文全名啦、聯絡電話。撳翻係咪大樓有效會員，同埋撳埋而家嗰個電話左下角圈住嘅提交嗰2個字先會係完成登記。之後活動抽籤結果咧，就係當你登記咗活動啦，我哋每個活動有佢嘅報名嘅期間嘅。咁抽籤日
抽籤完咧，我哋會將結果咧放喺網站嘅呢一個版面啦，同埋大樓嘅壁報嘅，係啦，咁就方便大家查詢結果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啦，除咗網上報名方法之外咧，係可以大家嚟大樓接待處同埋打大樓電話27029897去報名嘅。咁不過留意翻咧，就係業會嘅正日咧，我哋淨係接受大家網上報名嘅方法嘅啫，同埋大家親身去到業會度填呢個點心紙嘅，咁所以各位要特別留意啦。好，開始講下我哋今個月有啲咩嘅活動先。1號活動就係伊健樂3嘅普及健體運動工作坊嘅，咁就係由6月10號開始啦，逢星期二係啦，去到7月8號有4節嘅，係啦。中間7月1號係公眾假期，所以嗰日係冇堂嘅，咁所以大家特別留意啦。時間上晝10點至12點嘅，係啦。咁由於咧呢個活動你可以揀1節啦、2節啦，揀幾多節參加都可以嘅。咁所以有興趣報名嘅要揀翻你係參加邊一節啦。每節係有12個名額，咁就係一個免費活動嚟嘅。參加者必須要穿着運動服裝同埋波鞋嘅。而呢個活動嘅截止報名日期係6月5號啊。好，編號2至4號嘅活動咧，咁就係由6月2號去到10號去報名嘅。6月10號下晝就會截止報名啊。好，跟住呢個咧就係呢個教你點樣用手機入面嘅日曆啊。咁呢個活動係6月16號星期一嘅上晝9點至10點嘅，咁就有15個名額啦，咁就係收10蚊嘅，係啦，你用任何手機平台都可以參加嘅。咁就會教你用手機去安排時間活動啦，同埋提醒你去出席翻相關活動嘅。3號活動防跌風險測試。咁就呢個禮拜呢個月有2日啦，分別係6月16號星期一上晝9點半去到11點半嘅，同埋就係6月20號星期五嘅下晝2點半至4點半嘅。每節20個名額啦，15個係有效嘅中心會員啦，5個係積福會員嘅。咁就有個步鼓 AI 技術腰帶，5分鐘嘅測試幫你去度你嘅平衡啦、步態同埋下肢功能嘅。完成後有份報告俾翻你啦，了解個人跌倒風險嘅。4號活動咁就係伊健樂3嘅芳香萬用膏加呢個護髮焗油 DIY 工作坊㗎。活動日期6月19號星期四嘅下晝2點半至4點半嘅，12個名額啦，咁就係一個免費嘅活動嚟嘅。咁就會製作呢個天然有機成分嘅芳香萬用膏同埋護髮焗油嘅。係啦，等你喺屋企都可以輕鬆享受護理肌膚同埋頭髮嘅樂趣，更加可以咧打造專屬於你自己嘅護理品嘅。好，之後嚟到編號5至8號嘅活動，咁日期咧就係6月2號到12號接受報名嘅。6月12號下晝就會進行抽籤㗎啦。5號活動又係一個嘅伊健樂3嘅活動啦，咁就係一個南曬體驗工作坊嘅，咁啊分別有2節嘅。分別係6月19號上晝11點去到1點鐘，同埋6月26號下晝3點去到5點鐘嘅。地點係呢個聚會室啦，名額每至12個，咁就你只有伊健樂3會員就可以免費參加㗎啦。咁參加者咧只能夠參加其中1節嘅咧，係啦，咁所以咧你報名嘅時候要揀翻你要想去邊一節嘅時間啦，就唔可以2節都報晒嘅。好，6號活動咁就係我哋今個月嘅剪髮活動，清剪髮型屋啦。活動日期6月20號星期五嘅上晝9點半去到12點嘅，25個名額係俾中心會員收10蚊啦，5個積福名額就扣15個時分嘅。呢個活動咧淨係提供單剪服務啦，同埋大家記住咧要預先清洗頭髮，過程中咧係唔能夠指定你邊一位義工嘅，係邊個義工得閒就邊個剪嘅啫。7號活動咁就係呢個伊健樂3嘅布袋球自由玩啊！活動日期6月24號星期二嘅下晝2點半至4點半啦，12個名額咁就免費嘅，記得要着翻運動服裝同波鞋嘅。8號活動咁就係呢個會員樂繽紛啦，咁就係呢個6月24號星期二嘅下晝3點至4點鐘舉行啦，有10個名額嘅，咁就會收15蚊啦。咁就會有啲遊戲啦，同埋社區時事嘅分享嘅。如果你係6月生日嘅參加者咧，係可以獲得神秘生日禮物1份嘅。
9號活動呢個活動咧就唔會有抽籤嘅，因為咧你報名呢個活動就代表成功㗎啦。咁呢個活動係咩嚟嘅咧？咁就係呢個手機問診室，咁就係我哋每個月都有，咁就由我哋大樓手機義工一對一去幫你解答你日常用手機嘅困難嘅。活動日期6月16同埋23號咧都會係2點半至4點半嘅。6月26號星期四咧就係上晝10點至12點嘅，係啦，咁就係一個免費嘅活動嚟嘅。咁所以咧呢個活動你報咗名咧就記得喺個時間表你個日曆度咧 mark 翻個時間去出席啦。之後嚟到活動編號10至12號嘅活動啦，咁佢哋嘅活動登記期咧就係6月2號去到19號嘅，抽籤日期就係6月19號嘅下晝啦。10號活動咁就我哋今個月嘅解憂按摩院啦，咁就6月27號星期五第一節下晝2點半至3點15分，第二節下午3點15分去到4點鐘嘅。名額方面啦，每節4個係俾會員嘅，1個俾職福會員啦。咁我哋嘅義工解憂師咧，咁就結合精油咧進行頭肩頸同埋手嘅按摩嘅，係啦。咁由於呢個名額有限啦，大家亦只能夠揀一節參加啦，同埋過程中咧係不能夠指定呢個義工嘅，咁會由職員去安排俾你啦。同埋如果淨係按摩單一部位咧，時間將縮短至15分鐘嘅。11號活動咁就係呢一個地壺球體驗活動啦，係啦。咁呢個活動日期咧就會係6月28號星期六嘅上晝10點至到12點啦。係啦，咁名額12個，咁就收翻20蚊嘅，咁就記得要着翻運動服裝同埋防滑襪嘅，係啦，咁呢個係一個一次性嘅體驗活動嚟嘅，咁會簡單介紹翻地壺球點樣玩啦，一啲嘅器材同埋一啲嘅規則啦，咁俾大家係淺嘗呢一個嘅地壺球呢項運動嘅，係啦，未曾參加過地壺球活動嘅會員咧係優先可以參加嘅，係啦，12號活動。咁就係呢個由照片到動畫嘅吉卜力風格嘅照片改造啊，係啦。活動日期6月30號星期一嘅下晝2點半去到3點半，有8個名額，咁會收翻10蚊嘅，係啦。咁就會教你點樣將自己變成一個好似漫畫人物嘅樣嘅，係啦。而呢個做法咧係唔需要翻牆同埋亦都唔需要加裝手機應用程式嘅。活動編號13至到16號嘅活動啦，咁就係6月2號去到26號進行登記啦。6月26號嘅下晝2點15分咧就會進行抽籤㗎啦。好，13號活動咧，咁就係呢個地壺球初級班嘅課程啊。今個月開始嘅地壺球初級班咧會有少少唔同嘅，過往嘅初級班係3堂啦，我哋而家將會擴充至到6堂嘅。咁第一堂啦，7月5號去到8月9號逢星期六，上晝10點半去到12點鐘舉行啦，12個名額，咁就120蚊上6堂嘅，咁就需要着翻運動服裝同埋防滑襪嘅。呢個活動同頭先嘅體驗活動唔同嘅咧，呢個活動咧會詳細同你介紹呢個地壺球玩法啦、器材同埋比賽規則嘅，而且會有好多嘅練習，係啦，俾你去學識呢個地壺球運動嘅基礎嘅。過去未曾參加過地壺球初級班嘅會員咧，係可以有優先參加嘅。14號活動咁就係呢個嘅老玩樂團啊，係啦，咁活動日期咧就係7月8號咧，逢星期二去到7月29號，總共4堂嘅，時間咧就係上晝11點去到12點半嘅，12個名額啦，咁就係個免費活動嚟嘅，參加者係必須要確認可以出席晒所有嘅節數嘅。咁大家要記住留意呢個安排。15號活動，咁就係呢個健康講座，呢個7月嘅主題咧，就係關於呢個退化性嘅膝關節炎啊。活動日期就係7月9號星期三嘅上晝10點15分，去到11點15分嘅，15個名額係俾會員啦，咁就免費參加嘅，5個係俾職福會員啦，咁就要扣60個時分嘅。咁就會教大家點樣治療同埋護理膝關節炎嘅方法啦，同埋教一啲嘅保健嘅運動嘅。16號活動咁就係一個叫做手機相片收納師嘅活動啊，咁就由我哋嘅會員啦，梁淑欣女士咧會教授嘅，係啦。咁呢個活動咧就會教大家咧點樣將手機相冊入面嘅照片咧去分類存放嘅。活動日期咧就會7月嘅11號星期五嘅下晝3點至4點嘅。名額方面咧有12個，咁就會收10蚊嘅。
好，跟住之後咧就嚟到6至9月期間嘅班組活動啦。期間就會有好多唔同嘅班組活動啦，咁所以如果你係想參加，記得留意陣間接下來嘅會講嘅班組活動啦。班組編號31號嘅班組啦，咁就呢個二胡班嘅第2期啊，咁就係講呢個 A 班同 B 班啦。兩班咧都係6月24號開堂，逢星期二上到9月2號。A 班時間10點半至11點45分，B 班11點45分去到1點鐘嘅。名額啦，每班14個，費用方面會員係290蚊，非會員就係335蚊嘅。參加者咧需要自備二胡嘅，係啦。咁既然有得 A 班同 B 班啦，咁自然會有個 C 班嘅。C 班咧就係7月12號開堂，逢星期六上到9月27號嘅。時間咧就係下晝3點半去到4點45分嘅。同樣地，14個名額，會員收290蚊，非會員係要收翻335蚊嘅。參加者係需要自備呢個二胡㗎。32號活動，咁就係呢個25年嘅鉛筆素描進階班嘅 B 班啦。第一堂6月30號，之後逢星期一上堂，上到9月嘅1號嘅。時間咧都係上晝11點去到12點半嘅。名額有18個啦。費用方面，會員收180蚊，非會員係收200蚊嘅。而呢個費用係不包括呢個畫紙嘅。33號活動，咁就係呢個中國山水畫班嘅 B 班啦。咁第一堂啦，都會係6月嘅30號，逢星期一上堂，上到9月1號。時間咧就係下晝2點半至到4點半嘅。18個名額，費用方面，會員係230蚊，非會員係270蚊嘅。而呢個費用係不包括彩色畫稿，大家記住留意啦。34號活動，咁就係呢個西洋水彩畫班嘅 B 班啊。第一堂7月3號，之後逢星期四上堂，上到8月嘅21號。時間咧就係上晝10點半去到12點鐘嘅。18個名額啦，費用啦，會員收180蚊，非會員係收200蚊嘅。而呢個費用已經包括咗呢個水彩用具㗎啦。班組編號35號嘅班組咧就係呢個粵曲班第2期啊。第一堂7月4號，之後逢星期五上堂，上到去9月嘅5號。時間咧就係上晝11點去到12點半嘅。費用方面啦，就會員360蚊，非會員就415蚊嘅。咁有45個人嘅名額嘅。班組編號36號咧，咁就係呢個易筋經班，係啦，呢個25年至7月至9月嘅班嚟嘅。第一堂7月14號，之後逢星期一上堂，上到去9月15號。時間咧都係上晝8點15分，去到9點15分嘅。名額有12個啦。費用方面，會員收20蚊，非會員就25蚊嘅。之後班組編號37號嘅班組啦，咁就係呢個細看世事近現代世界歷史嘅發展嘅。第一堂7月14號，逢星期一上堂，上到去9月15號。時間咧就係上晝9點去到10點鐘嘅。名額14個啦，會員收80蚊，非會員係收100蚊嘅。跟住班組編號38號嘅班組啦，咁就呢個哲思人生啊，呢個長者國學智慧之旅。第一堂咧就會係7月嘅14號，之後咧逢星期一上堂，上到去9月嘅15號。時間咧都會係上晝嘅10點鐘去到11點嘅。14個名額啦，會員收90蚊，非會員係收110蚊嘅。之後班組編號39號咧，咁就係呢個起舞防跌創奇蹟嘅動力組，係啦，咁就係25年7至9月嘅活動嚟嘅。第一堂7月15號，之後逢星期二上堂，上到去9月嘅16號。時間咧就係下晝2點至到3點鐘嘅。咁就20個名額啦，咁就收翻35蚊嘅。而活動地點喺呢個寶林體育館啦，同埋需要穿着運動服裝同埋波鞋去參加活動嘅。而呢個班組咧係需要通過咗防跌測試啦，按照分數去幫你分班嘅，係啦，就唔係你話想報邊班就邊一班嘅。之後班組編號40號嘅班組咧，咁就係起舞防跌創奇蹟嘅健美組啊，咁就都係25年7至9月嘅班啦。
第一堂同樣都係7月15號，之後逢星期二上堂，上到9月16號嘅。時間下晝3點去到4點鐘啦，咁就20個名額啦，都會喺寶林體育館上堂嘅，35蚊嘅費用嘅，係啦，都要着翻運動服裝同埋波鞋啦，而且要通過防跌測試去幫你進行分班嘅。班組編號41號嘅班組，咁就係太極初階班第2期嘅 A 班，第一堂7月14號，之後逢星期一上堂，上到9月15號，時間呢，都會下晝1點至到2點鐘，12個名額，費用會員105蚊，非會員就係120蚊嘅，咁就記得要着翻舒適鬆身嘅衣服同埋波鞋嘅。班組編號42號嘅班組呢，咁就係呢個太極初階班第2期嘅 B 班啦。第一堂7月17號，之後逢星期四上堂，上到9月18號，時間呢，就係下晝2點至到3點鐘嘅，咁就8個名額啦。費用方面，會員收105蚊，非會員係120蚊嘅。記得着翻呢個舒適鬆身嘅衣服同埋波鞋去參加活動。班組編號43號，咁就係呢個太極精進班嘅第2期。第一堂呢7月17號，之後逢星期四上堂，上到去9月嘅18號，時間呢都會下晝2點至3點鐘嘅，有8個名額啦。費用方面，會員收170蚊，非會員係要收200蚊嘅。參加要求啦，參加者需要過往完成個進階班，並且達到80%出席率嘅。同埋需要着翻舒適鬆身嘅衣服同埋波鞋嘅。跟住嚟到班組編號44號嘅班組呢，咁就係呢個長者乒乓波班嘅第2期。第一堂呢會7月9號，之後逢星期三上堂，上到去9月17號嘅，咁都係呢個寶林體育館上堂啦。下晝2點至3點會係初階班嘅，下晝3點至4點呢就會進階班，咁就每班有10個人嘅名額嘅。收費方面，初階班會員收110蚊，非會員係125蚊嘅。進階班會員130蚊，非會員係150蚊嘅。編號45號嘅班組啦，咁就呢個手機攝影嘅歷史導賞主題嘅，咁就會有唔同嘅日期啦，7月16號啦、18號、21號、23號同埋25號咧都有去唔同嘅活動嘅。除咗7月16號係上晝即係喺大樓進行之外咧，其他活動都會去唔同嘅地方啦，包括河東夫人醫館啦、薄扶林牧場導賞團啦、聯和墟同埋雷新春嘅，係啦，咁就8個名額啦，咁我60蚊就上6堂嘅，而交通費用係需要自負嘅，咁就會用手機去拍攝翻香港嘅歷史嘅。跟住編號46號嘅班組嘅活動咧，咁就係呢個樂齡同行活動嘅快樂同樂會嘅男士組啊，咁就會係透過捉棋咧去培養良好嘅嗜好嘅，係啦，重新發展興趣，保持呢個心境開朗嘅。活動日期6月10號同埋24號，星期二嘅下晝2點半至到4點半咧，咁就有3個名額嘅。好啦，咁咧就講晒我哋6月份月會有嘅活動啦，班組啦同埋資訊嘅，係啦。咁下次月會日期咧就係呢個7月7號嘅月會舉行啦。時間上晝都係9點半去到10點半嘅，係啦。咁下晝就係2點半至到3點半嘅。好啦，咁咧我哋嘅6月份月會就去到呢度啦，咁就7月份嘅月會去再見大家啦，拜拜。